彼之上乃至刘某申论，然后其下，其情以平上，恰此谋有书快言呐。有才言也。天梯之间那黑有言，他来探梦有言人心田，心中有何太心言？变化灵通一瞬间，指点迷津在眼前。无奈山尽台风，水临草岸。昨夜历来张氏莲，今逢太喜平安年。正是突发好时机，今日有年来相见。吵！今年是人间平安的一年，爱你
子命，今日有个有缘人，可突发神法，为人送子人。诶，你可见的，凡是这条有缘人，我要本太贤突发起码个条件么？当然没得呀。第一就是假的眼神，被听我见过厌烦的太磨难。第二我要超凡的智慧。第三嘛，傲慢重要，就是我要良我的天性。冇错，要体检下，就系爱人生非常凄惨嘅人，张年本太贤突发，我当然没地呀。诶，你方才讲嘅嗰阵人有那凄惨冇啊？对呀，爱来问你，该会有缘人，佢嘅人生座椅系用办，讲我一趟吧。太贤，抢堂爱相思共来。此人是个古土学者，名喊刘宗年，出生公元773年。他出生经商长安，是个正经的世家公子。爷的阿妹佛堂刘氏，是佛堂的名门望族，老佛堂批诗写诗，并称佛堂三害世家。刘氏一门人才辈出，刘宗年是稳稳的干白腿。公元793年，22岁的他就考上了进士。刘宗年以挑风起身，受到王叔父重用。他作为吏部尚书郎，身为改革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啦。听你讲对半天，这三年的人生没挑你嘛你吧，父命是个富白胎。21岁就考上进士，有书啊受重用，做了太官，人生还有什么个凄凉呢？就是咩，你啊天条件，佢嘅人生也冇嘛个磨难啊，而系眼里爱情嘅有缘之人。妹妹，佢冇自己做你嘅有缘人啦。我只讲到21岁，我嘅报告书就喊嘛高铁。跑思维先跑进，讲出点啦。刘宗年做了义士后，全心全意辅佐新旧理想，可惜啦，可叹同孙总理想奉帝命，杀子做了8年，就本人被退位。其梁氏趁此情势，顺便一阵，记调推行的永贞革新议案，全盘就本人推翻。记调用复杂命两氏放台，史称永贞内省。其中的刘宗年批贬杨祖，家的好友刘义下也批贬郎祖。好友老义分撇给刘氏，丢到傲慢送行。少年得志，本来前途一片光明，马杀第一，马杀第一，世事难料，故遭人讲
来，你讲几个人生敢唔去太婆大米西婆煮，用办讲凄凉凄凉啊！有呀有呀故说记下一首5年切记，讲写俩书诗系一首空头诗，诗句嘅调杂诗连起来就是千万古图。阿妹哎呀，唱起来还较凄凉啊！千万古通哦。你第一个条件，顺系要符合资格。不过天你要有超凡嘅智慧，天生最重要，要有良悟嘅天性，佢敢有？当然没有啊！去年蔡永祖写了一篇，做得流传万世嘅《永祖百记》。永祖百记噶，查永祖百记係600年10對永祖所作嘅3歲遊記。此記呀，比呀，琵琶已淚是來呀。你說那大車誰送你？你叫你是誰同樣記那愛悠悠，流傳萬世，天氣長氣。刘忠言同情府下有言言，言图才子论高音。两把米的马不回首，3歲不見該有情。哎呦呦，3歲不見該有情。此言便是今年而你爱突发的有言言了。第幾年土嘅用祖乃杯，愛看哪里？太愛拿出望眼目光，看到你幾個位？明定将刘忠言言尽此处，我等何言吐一他？遵命。上去撞床外，
这问了这阿不多的君王来。竟敢对俺儿子讲话！君王息怒，息怒啊！哎呀，君王，你破窗两体呀！千山鸟飞迁，万径人踪影。无数无数烈望，不雕汉宫仙。所有盖山飞鸟，全都来参见。所有盖路不见阴阳中见面，公孙公主渔翁披索带马，自垂钓。他天世界变色，千万古朴杂，张黑界。只有这尊二家土的规范意义，属土二家经典，满破才华以抱负，随地什么铺陈，我统统却是批变用足，一说恭喜啦！伊是用功向实践，其实是基育自家的顽强不屈。故事可问界思想感情啊，君王啊，你可知爱满婆眼前，苦楚难言啊！爱身在永驻，就是母兄，心中唯有一梦，重返重安干梦乡，风hen theo天子西风。你盼梦呀，有梦，不见长安，朝欢到来往啊！红衣怎人面见君王啊！爱你凡事梦不敌身从何方？两位，迄
是你心中所想的地方啊！心中所想的地方。哎呀，哎，你都又是何人呐？爱你，是人的梦想，也是你心灵所归呀。伢的梦想为何？心肝都所想去的地方又是哪里？只有你想爱乜界，就會出現乜界。兩位就是你心中所想的地方。莫非，也就是心心掛念的所在，長安呐！長安，哎哎，回到長安，面見君王啊！你愛愛兄，愛就兄啊！感嘆這托啊，渺渺啊夢，沙漠鋪陳呐，夢已重啊！君王，愛嘅君王啊！但願能在見那君王啊！俺李兄來了。你跳出來呀，咿呀一點風，地風行路真那地風，有頭愛情，很那很君王，君身用撇在呀雄風哦，海呀落地海。哎呀，劉愛卿，君王啊！你用妹想愛裝出來，就問了只阿不多嘅君王來。你條可地，愛係唐孫宗啊！你佢見了官人，為何不參拜呀？參見君王。君王啊，你敢係本奸人所逼，被你退位了麼啊？啊，哎呀，都係因為眾位愛卿，從愛推行雍正嘅心，改嘅人事老赤兔，可分朝中太監臣，公愛係強行脫協，故所用了稱壇突嘅，悲哀下台，喜愛李兄啊！上下了千方百計，用情心意，我來對抗奸黨邪子啊！君王英明啊！
八公大批生气呀，结果你也冇办法啊，按用办对抗。哎，足球，我系名副难对后困呐。你俩两人只错了186天，就把人叫下来，还唔敢讲自家系名妇，喂呀哈！哎，足球，你俩有好生无礼呀，竟敢对俺儿子讲话！卷王息怒，息怒啊！哎呀，卷王，你破窗两题呀！就是一次，他上威武的叫就别拿记。口不能言，俩张会不言，别退位。从微博太子李顺，通天中等为了后，便是汉太等八人，事情二王法师嘛，俩其中嘛。就用爱刘宗彦呐。会检查。你府里乡错两天，计两天欠岸边路边，已经把海边用处，一个不恨，不恨的天哪哪黑天。我相信新官定位实行太沙，我定有机会回转在进朝廷啊！你想要见新君通天中么？冇错，给你就心中想一想啊。通天中必顺。为神有苦啊，这话同兄啊。寡人李顺在此。
参见万岁，万万岁！有意思，是你张黑必称，李兄该做有数，是你兄爱推行永贞的心给是你。嘿，给皮鞭留住的也应该是你。准梦啊！别出那父啊真，有个才呀，嘅线路乱那相啊！东系本應該啊！冠冕來見那東啊，來家去啊！我哋來會啊歸，千種哪來呀？嘿，的谁是个小奴才？此不良理，你不应该。退下决心的此机会，你的此心的那未来？哎呀，住口！你就乃是无用的李兄，留下来的朝廷来人，朝中用你不得，爱不得其便罢，爱那还等其批听，将你丢逆风八司马，一干一干变作南风之体，永不重用。哎呀，不好了！天中定位来中天，碰了后啊，传必变。穷有你梦八司马，其中一两啊，有爱刘忠言呐。所以讲，你来到永族，看破沙漠铺陈，做出山水游记8篇，有意思的江西之作，用行为其他长安，就问你多转去呢？这嘛，有言人不爱来帮助一帮。不应啊，受你呀，不用受你么？
断茶那哟。就是空，云断肠，四出啊，海东啊，天哪有一尊啊，在空空。
土嘅山灯，因为爱来有了一样白。一旦看门来个夜，不胜关注，此天只为己呀。有一个早晨，天门就来通知爱，因为爱冇办法承担，见来见到嘅赶逐死在。第三山已见机，愿你探上天，茅草已翻火。相爱的俩山灯开显，爱念你买天，爱的水潭空的天，小可改记一下，爱的在我。一路一年天，爱情欢喜就答应你。北冲气台烟气叹，迎气春雨歌在醉自叹，忧伤中年。爱老歌台听歌，难歌十只落去，因歌出的残水，本残水流落潭水之中，有一种当河塘的水上。有一种秋干夜为一见天之高，一之雄。又提到了中秋佳节，当时候少年，做地看到天阳，我做行做地看到青年的色彩。总是一路给一蒙古土杂，为之叹呀意。天马街本来快乐带的了梦年的色彩，又忘记了故乡。然后不是因为了故母汤吗？好时机真风流，将你看都痛了，就一呢。刘墉，天天。已经过世讲从容，回到当年做那个永驻不羁计量时，刘先生，当时那个心境是用办啊？同情是年少的情怀啊！我此门我起家，起物界本来乐意太低了，
异人提防，而忘记故土啊！难道唔係因為了父母貪麼？佢像係尋到了山水本地嘅歸屬安全感，劉先生得到了片刻寧靜，尋到佢嘅智慧，內心也更加有靈性了。黃連樹做山賢，我係苦中有樂啊！千山鳥歸前，萬見影中蓮，無數無所離忘，不掉漢光線。係千萬古土長，用朋友多尊來。我會寫嘅筆記，也係因為我上世好做聽過無聊。我會分題。順當跑馬，我係無路可行啊！見看流水，下百幾啊！變人重新受你，像是夢記呀！戰朝天典才能，革命前義啊！而你同心變條理啊，永能拋棄呀！佢嘅名啊，我都留意下呀。今年同來，他批變弄咗了啊！你看那裡？啊？哦，唐公記一樣拍了戲。啊！身體也出問題。你哋覺得動產期？哎，係可憐嘅天氣。你那想去看佢，心肝都就想啊？哦，愛想。
爱上，爱上啊！你爱爱上啊，爱就上啊，干嘛他妈洗头啊？喵喵啊，梦啊，沙漠铺陈啊，梦里冲啊！刘显天呀！用铁的面刷重重啊！刘显天呀！同为天啊，沦落的雄眼睛哎，同送情，同祝穷极一条心，胸下胸连黑地，皮鞭龙珠填满库。满风自提到龙珠，一边用作不归路，满风自提东出。刘贤弟啊，你讲得好么啊？哎呀，为何张有古怪？已经过了25年的太子李兄，总算能得跻身太堂，这一登基就想要改革宦官专权，让藩镇国教这条口袋的屁道。只不过朝中之批，既从难犯，非是一年半载就能改变的。何况也触犯了大部分人的利益。只不过为嘛该而你一片忠心，为国效劳，只有而你殊此灾难啊！刘兄，敢言啊！后来，这位的县总喊偏唔拿开，恋爱婚姻的途中，又假变其为司马。司马唔係一封太言，司马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界小官啊，非常恩你六零啊！
少年落干之体，春风得意呀，同一时代呀，向下作为哟，世事蒙你喜茶酒马。好似一阵风流，将你去啊！船都通了，就赢嘞！刘勇，天天，你嘅庙有冇安落水噶？咸菜哥，乃咸菜哥啊！老人带下去。不好咪讲出，天天，看来那里所嘅情怀是为亲人呐。心中唯有一梦，重返重安干梦乡，风hen草，天子西风。你盼梦也有梦，不见长安就分到来逢，何以张眼面见卷风啊！何里是个在讲？唉，其实才是我叫干飞鸟梦想。爱你老弟讲按多，伊杀亲像刺孔通了6通，伊去5通啊！伊是反唐文武的糊里糊涂哩。沙杯地度作车，你难，我也难啊！咦，唔
怕唔怕？记好，只不过系一时迷失方向，我再将其推对查档行。死里呀！不听呐！新年已满，留神不安心发发。身错远断时空差，纵言心中乱一马。山水秘境，眼前过啊！走进心灵，那东海。一평고见那莲，你何干那长啊？杀气之时几飘，送有口写笔下，涂山之音，面有口扬。气水之态，派杀气山之音。今杀为代，他以两爱呀。越冲越痛，越沉言心，越含苦。虽偏不起松，留有自问，香有草气。急性一梦，插竹松，陈呀排父母。
祈祷。中年啊，悲好没有多啊，三问四季成，有过成有过。묘下此言那问才好啊，年年陶醉才心魔才心魔。無論係啲實踐，還係實氣，佢都有陶醉此言風光界，快樂浪漫酒，有那個難言嘅憂傷，帶一絲的愛怨啊！最重要嘅係，幾隻年前美好見識，來自我安慰心靈啊！果然係愛理解。有嘢你。今年啊，來寫呀嘆啊，幾界心思界呀，原來呀，係自然灰呀。是我埋呀，誰係呀？用真嘅心啊，你錯了來拍呀，也會改幾界半。靠牌了街呀，江山水呀，树啊埋葬啊，胸中啊志气呀。
将此景老山水。做山水之谜，係劉公以素米別嘅人傑，更讓我一面啊！非神一巧，通人心田。年以此言嘅高興發生。行了2陵山水里长，列下忠言，迷梦长相啊！原来梦幻非君非友，黑了永驻山水，灵心悠悠啊！你也拜回到了云端之境，受了顽强，不哭苦闷故心，给心情了。了拜山水有了后，甘喊我一心见上的长安，今盼望朝廷就翻嘛。该是当然啊，含气一心想长安，梦长安啊！哈，我眼里无喊贵主变，记下是水晶牛皮，会变，定赞莫有火烧死。莫记，唐记讲下去。此时嘅爱，系思所起家，为何一心望长安？但当初到长安嘅初心为何？你到山水林就爱向爱提点解，又系乜解呀？今日仔细想看呐，长安为何不你以此之谜？原因图嘅乃位呀？为何一字一名，才干一重音？爱文字。
苦中之啊痛，难以言那功啊。人本己自己，该可乐本爱在挥动，创作该歌梦，走青春啊心，在何方？对你而流壮演绎成人嘅梦想抱负，这当中最重要嘅人係马莎。阿爸，此西山脱口，金百里峰毛梁以下，有你一套，其一时出，亲自无所得。其一小兵移动，不过四十冲，土团你传魂有几杀，望东其影。年不得一说，其给是古老年梦哟，身在同步一时，这批个无风。发现，一位敷衍，你欲你迟早。发现，其气自怜，不为为人，以托为师母啊。孤处之难，少年多杀，少年多杀啊！此你早已为
从前讲出模拟错误者只有莫救义嘅执门，对贵嘅八篇再杂揭秘，八篇有记每一篇都以各种不同嘅方式，老上篇相关联，前后呼应，成为一不可分割嘅有机整体嘅艺术了，唱吧。哎呀，你，过错呀！看来是有的哦。不过又奇怪哟，天公伯佢无留了小杀上山岸，并到人卡多嘅地方去，杀了几百天了，风飘有烟，起万年之天。故说过了1800年，每末一拜就得表现即卡奇异建设嘅机会，俩实在去杀回回路，大拍行。是连嘅天公伯应该是唔会按样行做嘅，故说天公伯可能是模样嘅。应该是无吧。你有啥讲哦？有人讲天公伯会按样行安排，用了加深谨慎，安慰佢条批评中猜此题嘅嫌疑嘅。也有人讲，那地方山川中林之气。不拥有回念，变成了岐山生根。故说出题嘅南浦人，小出人才，多山奇峰怪沙，有两种讲法，你都唔信？老夫唔信呐。佢按用人，既然係。安慰嘅條批評着猜詞啲嘅嫌人啊，又唔係擁有為人之體，我心中多大傷心嘅係乜解呀？有言人，其實你早就尋到真體呀，只不過你自家唔知，愛你會幫助你，有你嘅智慧心靈，就得堅守一切。未來嘅路就做地行卡一來一往啦。哎呀，兩套難題多了下，我自家也冇答案嘛。那小手神機可係你寫嘅？係我寫嘅啊。喺你心中相信嘅係乜解？我也唔知啊。你自家寫嘅會唔知？我乜解就唔相信啊？你寫了《鋪山水遊記》嘅樣事，就已經尋到答案未呀？我寫嘅樣事也係唔了解啊！我要寫問號啊！難講，你讓我上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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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來！
贤能人也非是冤哟，为人该所猜。面对山水，爱用板牌也该，有穷理解，有非也猜。去所爱打，此给的面上。呸！嚯！多带爱心中上心带，黑马盖。快太里，我要敲飞机，被当会拜典礼。我是金，都怪你年少创作时，却有些母后嘞，年汉嘅白记，佢明明就地杀张字呢。好，我相信当初佢做山水游记改良时，佢做手寄托心中的苦恼，只不过佢心中所想的人，心结梦游打开，故所心想徘徊，智慧难听啊！心中最思念的人，便是你的初心。这3年我情未到，你便能情到初心所在了。都带去同县中。还去同孙走，还去留一下。为你留着演一生人的梦想抱负，这当中最重要的人是马莎。我想到了，佢係一介什麼呀？咦，应该？兄妹，还去夫人，还去谁家？係兒劉香蓮呐。哦，这个人美，佢麼？佢雖然來到永族數夜了後，就讓平神夢，用眼裡愛演戲了。那些思念，心中就想记吧。兄，係可憐嘅兒，雖然來到永族來訴苦，
但是佢师兄太爱出来，行行了了，从外搭腔，佢扮去唱歌本爱堂啊。佢係用板充帶。本东山，向前行，见兵见来踢踏枪。兄莲啊，你要同佢饮酒了哈？兄莲，为父思念你呀！我也没穷样，你呀，莫见香肠眼里，天定唔易，喜有山万岁吧。莫呀，食材创得好，烫得为父笑呵呵啊！阿爸，你看记得，你送拜来也会写了一篇小说谈记，喏，你就错弟弟啊，你讲。爱从在个色坛顺风，也为本了足个老树木保护的点青青的
四下无人，安样嘅环境，本人心生凄凉，寒气挑骨，非常嘅俗气，非常加油沉嘛。因为啊，那个环境听个冷冷清清，做不得过长的时间留低了，所以我就提下司机就离开了啊。是呀，既然地讲要为冷冷清清，提示了后就好离开呀。人样办要停留在此，明地也为心生凄凉，寒气挑骨，非常的俗情幽沉，加必提示速速离去，莫要停留争吵啊！啊，莫要停留，这俗情幽沉非常之甜么？是呀。上来简单，错来难呐、记得我细细的事情，你说对我讲过，你从安为干，坚信干为民义，坚持必安坚严，这是何意呢？刘宗彦一生人追求立安严严，便是利民安民偏民啊！佢干为民的呢？係干為民，伊嘅意思係講，凡是在地方上做官嘅人，應該係百姓嘅奴僕啊！做唔得只曉得意思百姓。因為啊，係百姓拿出佢哋嘅數億納稅金，僱用了管理，愛見佢哋為百姓當官勞，主持公道，也就係講，做人有權，處罰唔出力嘅管理，真係啊！不過，百姓卻敢怒不敢言，唔敢處罰，佢哋做官嘅人。因為啊，一方係官，另一方係民，事不同呀。但事不同，理同啊。如果本百姓有權來處罰管理，這條管理辦間對百姓而是嘅太慢麼？做官啊，應該明白暗用的道理，有他而理詐。地不空而為虎，
这就是我以民为本的理想啊！迎啊迎，迎难逢，难逢迎，自有山水从水心，与你做代呀。名山知你难。愿开巫山胜之前啊，以民为本，不忘初心啊！见信哦，你呀就莫彩留天啊！其实你有梦记，唔去长安，也非是朝天，是你以民为本，记初心。
佢嘅時節進來呀，唔盼佢嘅時候，佢來啲傲慢講啊，臣丟狀元將自然。甚至好，参见万岁，万岁！奉天圣运，奉天奏念。哎，我就实话老你讲，今天有60马，才得8斗，得拼剑批。不过，朝中你的严肃人傲慢得多，有人见不得你好。故说要拜召你回上岸，唔系爱重用你，系爱将你再变留住。你呀、何曾为之啊？下中刘恩呐！哈哈！哈哈！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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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古人山水有几种，唔系名山沙口足球，唔系名水，那也能平淡呐。山不猜高，水不猜沉。从游记去看古人，形容版游山扮水街。一出山水，一穿竹江，就是一般心灵的旅行啊。演绎嵩山平水，也有了流芳千古的价值。古人出游，旅行写游记，留本后世布书界，游山玩水自美啊！啲人历史涂了的游记，便会发现，古人记得是用心去看山平水，得到嘅也就是山水正气。神光阴图，有言你呐，终不枉费呀，苦心人呐。秋公叫啊，何得平啊？一生之悔啊，有聪明啊。
般的祥母，得了3岁之龄，立下了位的有言你呐。发现自己的本该3岁，按归来该现人。而非该山川中的